议员林彦洲表示，一间设立者20天、资本额100万的新公司，不过因为分别踢下市府、长秋、台南以及圣诞跨年系列活动超过1400多万的标案。议员强烈质疑，是因为该公司正常关系良好，是市府专工定做的标案，唔知影通避嫌，影响社会观感。对此，新闻处长公开澄清，标案完全公开上网，甚至对业者是无够成本。不要为了一家公司而对这一家公司来量身定做，我觉得这个社会观感对台南市政府相当的不好，这样你明白吗？怎么会这种招标案都是你们的朋友？然后外界呢？我先问一下新闻处，刚刚你就直接站起来了。是。1200万，这一家公司营收大于资本额。关议员报告。你先让我讲完在你跨年的2022台南市耶诞跨年晚会系统1200万，我吓到了，一间公司打成立，有法度伫10月13、10月27这么短的时间招标到台南市1500多万的。这种活动的招标案，你可以告诉我，你跟这一家公司什么关系啊？跟议员报告，这个是公开上网，近1个月的时间，只有这一家来投标，而且他提出来的今年的跨年的执行是由金曲奖执行单位，他所有的列出来的执行的人员都是现在线上最强的。面对议员林彦洲强烈质疑，跨年系列活动是替某公司设计限制性标案，其中有一条无法度认同。认为敢是只要利息官员的厂商拢袂当来标，所以愿意主动移上检调来澄清。要避嫌，市长，我认为这个都要避嫌呐。我愿意把所有的您刚讲的那2个标案，那我们整理整个的资料，那你要移送检调，我们也愿意。那你要好，那你把所有的标案，这2个的标案，我把资料给我。那你要检调好，你可以啊，市长。依法行政原本就是公务人员基本的原则，不过议员则质疑依法行政若成为一种包装，对私人效益。台南新闻，阮志林跟采访报道。